台南有真侪民众的厝尾顶，互丹那西风台扫派，这几天又搁落大雨，搁有未少的灾情哦，即嘛是真欠工，所以民众拢找无人当修理厝，甚至搁有民众互诈骗。行政院伫7月30日成立分家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，甲台南市政府合作，帮各会当来加紧修理厝的速度。行政院长邓英泰早起嘛伫市长黄伟地陪同去柳营来了解实际状况。现那片放伫涂骹，被用来修受损的厝。台南前后，经过丹那市风台甲控制一摆大水雨，真侪民众甲远到即马还未恢复。除了大水雨，经济因素搁较济是因为欠工。你这有钱开无路啦，我这钱较歹大咯，讲你来甲台南来啦，无人拢2个月后啊啦。行政院长邓英泰详细听简报，欠工后嘉南在区出现修理诈骗。行政院7月30日设分家南在后复原前进指挥所了后，先甲台南市府分工阵容，加上配合在区建筑修理，已经400多户咧接触。邓英泰测试也如南在区柳营顺势。我是期待我们这个前进指挥所能够更广泛的来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跟各地进行更多的媒合。那也要求前进指挥所其他的各部会在认养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加速他们来投入。厝顶看布棚105空棚一落雨，家具全浸水，灾区受创严重。中乡地方都咧合作配合修理，佮提出厝顶甲外壁损坏等补助，控制控8大水雨也会立即，但那小风台在后复原特别条例适用范围。能够让后续包括0728及接下来的这个豪大雨所造成的损害民众，他们在家园复旧、复建及卫助方面得到一个法源的依据。黄伟泰表示，会盘点已经废校的校舍安置厝受损严重的灾民。南部地区因为连续风台甲大水雨受灾，灾民希望莫阁落雨，欢迎安心整理恢复家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